你们在做咩部客栈？门客栈？飞面话很有名的多种门客栈，飞面话，我是客栈，约翰就业我，就等待成年节我的耶稣言我也初代我在你把弄该也把心里。好的，学生。耶稣言，言我，也初代，我在宁波弄该也把心里，宁波弄该，他们天开呀把心里。要把心里行路过耶稣言，我也初代我在宁波弄该也把心里。也初代，我在那时宁波弄该天开了也把心里。要做就像一只风筝，飘落遥远的泰国地。兄弟天涯两分离，何时才能再相聚？啦啦啦啦啦啦，要做兄弟在何方？家乡亲人在盼望，啦啦。